讲道知足的重要甲奥秘，请曾牧师。咱的主耶稣讲，今仔枵喙带的人通就近我，因为因要得到饱足。主耶稣佫讲，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所听的这愿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上帝来发出咱的祈祷，也愿上帝照今仔日的圣经，照伊的心意，将一个满足的喜乐赏赐互咱到一生的路尾。来用较无的心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来用祈祷来听候圣神对咱讲话。咱同心各一摆祈祷。至圣的神，阮敬拜你；顺境逆境，你拢是阮的上帝。阮伫你的面前摒空阮的内心，阮要伫你面前用你所讲出的圣经的话来做阮祈祷的凭据。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你的话无一句话是讲生笑，愿你照你信实的慈爱，赏赐予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祝福阮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通安然徛起。主，求你将你的圣神放伫阮的内底，阮就有满足的喜乐。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伫今仔日各一摆来充充足足，互阮的心无欠缺。愿伫你的面前摒空阮家己的内心，恳求你圣神伫阮中间，对阮讲话，充满阮的心。愿安尼祈祷，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满足的心是一个真重要的祝福。咱伫这个世间，无人毋捌，无欠缺过。欠缺的时，会互人心内有真大的大头；欠缺的时，有当时嘛会互人的生命得到扭曲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静静来思考今仔日的圣经，求上帝的圣神对咱兄弟姊妹来讲话，也赏赐互咱兄弟姊妹咱的一生。毋是因为咱真好业，乃是因为上帝的丰盛，互咱得到无欠缺的感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知足的心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今仔日的圣经有一个典范，就是咱所读，恁着常常欢喜，腓立比书第4章。这段圣经是保罗咧讲起，无论好业，无论丧凶，无论困境，无论顺境，伫什么种的情境，保罗讲，我拢凡事老练。伊的意思，老练这个字就是讲，我就得到一个明白上帝所赏赐富足的心，这种的奥妙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将这种的奥妙放伫咱的内心，互咱一生享受一个高业、充足、伫信心、仰望、忍耐，主拢满足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真正明白，什么是真正福气。满足的喜乐，是因为满足，所以就幸福；因为满足，伊就幸福。所以满足的喜乐是一个真特别的代志。毋是因为好业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伊的心内无欠缺，伊的心内无感觉讲伊是一个真颂享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过诗篇通过腓立比书，伫圣经内底代表甲保罗这两个人，其实是一个真特别的幸福的代表。所以保罗伊讲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这句话真侪基督徒读无，都明明无啥，那个看似一无所有，佫样样都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知足毋是一种约束家己的欲望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家己安慰讲我足好福气，毋是。知足是因为伊一个基督徒认捌，迄个幸福的源头、丰盛的活命是上帝所赏赐。知足就是讲知影迄个福气的源头对倒来，嘛知影上帝伊甲咱陪伴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用这段圣经来做祈祷，因为诗篇107篇第9节，代表安尼讲：耶和华互迫切心无义的人得到知足，互摇过的人的心
内底就好米到饱。这句话，你若真正个读，你会读出一个滋味，就是耶稣讲：心内幸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饱。耶稣伫马太福音，伊讲的8种的幸福的态度，其中的一项，心内颂享幸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咱的心讲：上帝要祝福你，你静静听候。咱的天父上帝要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就亲像大卫甲保罗，因凡事老练，咱的一生有知足。所以保罗是一个真厚，甲伊的兄弟姊妹，甲伊的亲人死世。所以保罗伫提摩太前书，伊对提摩太讲一句话：要知足，这是命令。所以保罗对伊的信仰的囡仔提摩太，伊甲伊讲：我的孩子，你要懂得知足。知足的人懂得感恩，知足的人懂得量入为出，知足的人伊知影安怎管理上帝，互伊有限呢？伊用伊的有限变作丰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保罗讲：你若敬畏上帝，佮知足，你的一生大有福气。愿这句话真做咱的提醒。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敬畏你到我一生的落尾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你帮助我，不是因为我好业，所以我幸福，是因为上帝你是我的倚靠，你是我的帮助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伫新的一年，互咱因为知足，咱的人生开始无共款，咱的态度无共款，咱的生命就无共款，咱的生活就无共款。那安尼，保罗伫伊的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到13节，伊讲：我凡事老练，我认捌，我知影，什么是一个知足所带来迄个奥妙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一个心内无欠缺的囡仔，伊常常欢喜，伊看到一花一草，伊伫任何的代志顶悬，拢会唤起伊心中的一种的幸福的感觉。悠悠伫大学的时，伊甲有一摆去一个尼泊尔这个国家做短宣，因倒来了，伊甲我讲一个小故事。伊讲，当因去到迄个山顶足偏僻的山头顶悬，迄个砖头的囡仔其实也没有文具，也没有玩具，所以当这个因的志工团去到迄个山顶，甲遐囡仔咧做伙一个假期的时间，甲因互动。伊讲，伊看到因用纸凹一个假面具，迄个囡仔咧快快乐乐挂迄假面具，规工欢喜。其实咱的囡仔可能真少有享受到这种真爽享中间的喜乐。咱的囡仔，咱若无互伊做好的手机，咱的囡仔，咱若无互伊 iPad， 咱的囡仔，咱若无互伊做好的电脑，你若无电动玩具，咱的囡仔伊会感觉讲，伊浑身不对劲。什么是真正知足甲幸福？无钱吗？金钱吗？其实圣经讲爱，迄个疼甲上帝的丰盛拿伫咱的内底，咱的人生要真无共款。所以保罗伫伊今仔日所讲腓立比书第11章到第4章11节到13节内底，伊讲知足的心，这个知足这个字，这个字足水。伊分自首自尾，就是字头字尾。这个字的字头，伊先讲到一个叫做 autos， 家己。伫我内心，我的心嘛，这个字是开头讲我的心嘛。佮落讲阿 Q 这个自尾，阿 Q 这个自尾就是讲，你要得到充满。就亲像咱几礼拜前咱讲，上帝所留互我的，伊用一个刀留伫我的内底，佮甲我饲好个满出来，就亲像咱古早咱的时代，若因去买米吼，去米甲买，伊用一个刀甲扭互伊，然后饲甲杂，丢米满出来，伊有当时几粒的丢，迄个米就会落伫迄个篮的外口。这个字讲我的内心，这个人因为某一种的幸福充满，这个字英语该翻做 contentment。contentment 的这个字，其实就是内涵呐。我的心的内涵得到饱足。
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我的心得到满足，我的心得到养赐。所以保罗讲，当我枵的时，我的上帝养赐我，这种的满足的幸福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知影。保罗讲，我就明白知足的奥秘。奥秘这个字，伊原文足底叫做母奥，母奥意思是下教。伫上帝恩典的面前哑口无言，伫上帝的面前看到上帝的权能，你就只有安那点点心来感觉讲：哦，上帝可以对我遮尔好，我何德何能？伫上帝的面前，上帝所赏赐必办。所以这句话知足的奥妙，会当唤起咱去思考圣经内底真侪应允，可能咱甲拆开去。咱就无法度明白上帝的全心全意，但是咱若将这个知足的奥妙，甲上帝的本性本意，过去咱所读的圣经，甲伊放做伙，咱就会想到圣经内底保罗简无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。你会记得迄节圣经吗？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就是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早就已经将一种的祝福要赏赐予咱。咱要因为上帝的富足来满足，不是因为咱好业来满足，是因为上帝的听来满足，因为上帝伊的全能来满足。咱就知影讲，这个上帝是掌管我的将来、掌管明天的神。所以我知影我免烦恼，我送香，因为我的上帝就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上帝。我若拄着欠过的时，我的天父就会为我备办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坚持安静。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迄个坚持，坚持的意思就是你伫咱的现况坚持咱的信心挺好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圣经上少有两个牧师想要甲咱做分享的。第一，要得着饱是耶稣的祝福。要得着饱是耶稣的应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有感觉，你这个时阵，今年你有一种欠过的感觉，好大甲耶稣讨，但是爱讨着物件，爱讨着对你真正有祝福的。耶稣讲：要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行无义是内容。上帝所要予咱的就是这种良善、丰盛、尊严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第一，咱明白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要对咱所讲的话。第二，伫今仔日圣经中间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互咱知影，咱的一生得到满足，咱的一生得到丰盛，咱的一生得到充足，是因为咱的上帝，伊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听上帝的话，咱嘛用上帝的话来做咱的祈祷。对古早到今仔日，伫咱的教会历史、人类的历史中间，出现真多看起来亲像乞食，但是因的生命迄种丰盛甲尊贵，何等互人羡慕。伫我成长的过程中间，我真爱读这些伟人的传记，其中有真多伟人。伫世间人来看，他不算伟人，因为伊是一种个性看起来足奇怪的人。我还记得我伫大学的时阵听一个演讲，迄个演讲的演讲者叫做德蕾莎修女。后来我听过伊演讲了后，我的牧师甲我解说，伊讲德蕾莎修女伊一生只有2领衫，一领就是穿伫伊的身躯顶悬，一领就是吊伫外面咧拍，拄洗好。伊一世人多2条布，印度上俗的迄个粗布，满满的就是一领衫，一生只有一双蓝白拖夹脚的衬拖。这种的人一生看起来看似一无所有，但是伊却是傲视世界，伫真侪好嘅人的面前，互好嘅人感觉羡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互咱有真侪真奥妙，颠覆咱真侪对幸福的看法甲解释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会通明白，保罗所讲
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因为上帝的听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主爱，永远变无去。也这你相信吗？我咱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你享受这种，不是因为钱的满足，是因为听、信仰甲仰望的满足。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邀请圣神，咱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咱的心中安尼祈祷讲：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对我讲话。牧师解释无清楚的所在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用迄个超越我的理性思考的方式，你予我明白，为什么伫这个人类历史中间有真侪人，因伫真困难的情境的中间，永远充满了满足的人生，是一种用钱买袂到的欢喜。阁有真正的圣经内底咧讲的知足知足，毋是迄种那是会困苦家己，迄种节制性的态度。打肿脸充胖子讲有够啊啦，我有够啊！就亲像一个三顿无通食的乞食，抓一支起头夹咧伊的喙，吐咧，其实伊根本都无饭通食，但是伊家己的起头要互人感觉伊好亲像安那真潇洒。这种的话笑话不好笑的笑话，但是真正的知足是什么？就是咱明白，忽然有一日上帝将伊的听充足在咱的内底。咱感觉世间无任何的快乐，比互上帝听到迄种的滋味。真正基督徒伊的知足，咱看见真侪互咱学习的信仰的前辈，因怎样放了真侪因的故乡的享受安逸的生活，到伫他乡，为着遐个毋捌字，为着遐个无文明，为着遐个无经济，无论是海岛，无论是山顶，无论是树林，因用伊一生，互因得到祝福。这种的人，伊毋免外在，直到伊一生的落尾，伊永远感觉上帝的国遮尔有滋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，咱的祈祷要恳求亲爱的圣神来引带咱，因为当咱来看到上帝的国的荣耀，咱就知影讲，这个地上的国袂必极，因为上帝所予咱的人生是一个极其有价值、无限的有价值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上帝所享受的真正的信，就是相信上帝是所有一切荣耀。第二，上帝所予我的仰望，不是父母、老师、世间所有人予我的，真真正正迄个满足的仰望。第三，伊要享受伊的力量、伊的听，互咱赢过最这个世间物质的引诱。真侪人因为无知足，所以低到贪心，用错误的方法想要满足家己，到落尾连灵魂都失了。主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我要用大笔，今仔日的诗篇就是大笔107篇。其实咱今仔日的金句就是圣歌对所吟的这条诗歌讲：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行去，因为上帝享受我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福气。诗篇16篇其实上会当做今仔日咱的经文中间的一个金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大笔这个人，咱来学习着。今仔诗篇安怎讲咧？诗篇107篇第9节，伊讲上帝互迫切心无义的人得到得奖。愿天父上帝互咱欠过的心来得到保障。就亲像我拄则解说迄个知足的心，就是伫我内面这个人，上帝用一个尊贵有价值的内容，将一个生命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放伫我的内底。我就欢喜过这种爽享的生活，因为我所追求的，检测有当时也是智慧，检测有当时也是科学，检测有当时也是艺术，检测有当时也就是一个甲人同得福音好处，一种的好的行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上帝用伊的义和邀过的人来得到保障。所以代表伫伊的诗篇16篇安尼讲，今仔日的金句。伊讲我要因为你圣殿的幸福，65篇诗篇65篇金句，
我要因为耶和华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，我的心要欢喜，我的心要快乐，我的肉体，我就是我的一生要安然徛起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也愿咱伫上帝面前发出的祈祷的事。上帝伫今仔日到咱一生的落尾，互咱正做一种经历上帝祝福的人生。代表讲，耶和华的恩典是一生之久，恁会记无？耶和华的恩典是一世人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这种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快乐。第二，今仔日的腓立比书第4篇第4章。这个所在咧讲，常常恁着常常欢喜，常常快乐。伫这个所在代表安怎？保罗安怎讲呢？伊讲我已经学习，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我拢知足。我知影怎样过颂扬的生活，我嘛知影怎样过好业的生活。凡事老练，我拢得到秘诀。随是随在这个字，英语该翻做：伫所有的代志。对每一项小可的代志 ，everything, anything， 就是讲所有的，甚至一项小可的代志，伫所有的代志，上帝拢满足我，这个意思。愿咱伫这个所在，咱对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一生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这一摆将我的一生交予你。会记得顶礼拜，咱讲上帝量给我们的杯，有无？咱捧起咱生命的杯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我将我这个杯，将我的心放伫你的面前，主用你的疼来满足我，互我知影这个世间袂通赢过你对我的满足。所以知足是一种的智慧。基督徒对圣经的教示，咱就产生一种的智慧，就是看到上帝是一个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上帝伫咱的一生所陪伴的，毋是干那金钱，上帝所陪伴的，就是真正内心有迄种满足的喜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求你互我看到你的荣耀，一个真正亲目睭看见上帝的疼，去看见上帝的存在，迄种的尊贵的基督徒，伊的生命绝对无共款。咱会因为上帝的良善，因为上帝的丰盛，咱的生命就得到保障。所以第二个，我要邀请遐的姊妹，咱思考旧约的圣经亚伯拉罕，伊甲上帝称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耶和华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为我陪伴。这个故事发生伫亚伯拉罕要去献以撒给上帝的时，上帝接纳伊的内心。但是上帝无杀死迄个囡仔，所以上帝有备一只羊羔伫山头的顶悬来代替以撒。迄个故事，所以这个故事，上帝予伊一种的接纳。所以伊对上帝讲：我的上帝就是耶和华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意思就是陪伴。我的上帝是伫我的人生中间为我陪伴的人生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遐的姊妹来建立这种的信心。对你少年到年老，你坚持讲，伫我的人生中间，我的上帝的确有奇妙的有备，好唔好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坚持，咱来训练，咱来造就，咱家己的信心是这种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生。咱用亚伯拉罕所讲的这个祈祷讲，我的上帝是一个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生。这句话，咱都来看保罗伊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的，陪伴。你相信上帝为着亚伯拉罕陪伴，上帝为着保罗陪伴，上帝敢会为着你陪伴？我相信，咱的上帝不偏心，伊对每一个人，伊拢有疼痛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明白，独独只有上帝会当满足你。也在思考这个话，独独咱的上帝当满足咱的人生，独独这个上帝知咱的一生。就行什么代志是好，咱的一生在天下当行何事为美？咱来到这个世间有一定特别，上帝对咱人生中间的计划。咱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深信独独只有你会当互我的人生有价值。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咱羡慕上帝家己，
咱羡慕上帝家己，上帝就将伊家己互咱，因为咱羡慕上帝，所以上帝就独独将伊家己完完全全收所管。所以圣经讲神爱世人，你会记无？神爱世人，甚至，请会记你这句话，甚至。上帝听咱到某一个程度，伊一定有特别的准备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因为主甲咱的人生的准备，耶和华娱乐的生命，咱的生命得到这种的透放。咱无搁再互物质，甲咱缀调调。咱无搁再互咱名声地位，这个虚假的愿望。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人追求迄个虚假的愿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学习保罗。伊讲点伫想视我能力，点伫想视我能力的上帝，我凡事拢为，凡事拢为意思就是，我就得到幸福，我就得到透放，我就无搁再互钱白条条做钱路财，还是做某一种的欲望。有真侪人真好业，但是并无有满足的希望，是毋是？钱就亲像海水。罗马人因安尼讲，伊讲金钱就海水，哪啉哪喙干。一句真有意思的话，所听的姊妹，什么人伫钱的面前有自由？到只有一个满足心的人，伊伫名声、地位、权力、情欲，会当得到自由。所以保罗讲，圣神若来，迄所在就有自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存着双手向上帝祈祷的心，愿咱伫伊圣经的话来得到回应。上帝讲，我要将各种良善的文书、交庇的礼物来赏赐予你。对天顶来，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，上帝对天顶拍开伊的窗，将所有祝福拼落予咱。所听下这，愿上帝圣神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将伊的灵，将圣神赏赐予你。圣神若来，咱的生命就有新的态度。毋是人会当互咱满足，但是若有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底，咱的生命内底就没有欠缺这个字。若有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生命就无欠缺这种的滋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祈祷，伸出你的手甲上帝讨。主啊，求你将满足的喜乐赏赐予我的家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阮向你伸出阮双手的心。主啊，你将满足的喜乐，就是你家己，你是一切稳定的源头。请你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因的心内，因的家庭，后来满满充满伫阮共同这间教会内底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